台南普济店让180档，搁要办王孙节。王孙彩绘当咧筹备，彩绘团队用1个月时间，无论是船墙、船岛的道拢画甲真有路。上特别的是全新的设计，乌底雷金，庙方嘛开放予民众参观。 彩绘师当咧甲粉线补金做修补，彩绘团队用1个月画这只帝王级的王船，总算要完工。对中秀台湾县志纪录来看，台湾府城普济店对清代就咧做王孙节，这回让180档，要6月举办。当头戏就是这只王船，无论是东镜内面有按5底钱，其中最侧的部分应该画做狮头的形，喙内底各有10个，这嘛代表十全十美的意思。说船啊工课，完全是完全无同款。 咱的船啊，大部分都是王船，不过我这只船啊是帝王。咱的龙头大部分都是饲料的，叫做王。不过我五料叫做帝，啊，什么叫做帝？这个东镜内底有顺治、孔乙、雍正、乾隆、嘉庆，有这五个皇帝帝王钱安在内底。 啊，斟酌看这只王船其实介特殊，主要因为台湾这阵多数王船拢是画甲浅色的，这回普济店王爷公交代，彩绘师则个用乌底落去做雷金，看起来更加庄严。另外，彩绘师伫船岛甲船墙遮拢画吉祥物。12大将，这是顶面的部分。伫咱4个角头是四方神兽，东西南北。啊，伫这个腰带部分遮，咱是做8仙的这个宝啊。 哦，来象征8仙，无伊用8仙，咱拢画伫顶面。啊，底部是做咱这个10大神兽，是咱《山海经》内面找较吉祥的、较有象征性的来做这个底部的部分。因为之前在看的话，其实没有像黑色打底这种王船没有看过，是第一次看到。 为着通互人更加明白王孙节的传统文化，庙方对开始做王船到完工，拢开放予民众来看。旧历5月20主时，因徛顶个仪式，嘛就是祭奠起鼓啊。经过180档，才去办王孙节，咱透视人才拄会到一届。庙方嘛邀请大家来见证历史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